后来继续来到苗栗南庄的东河村，为当地鹿场步道要通到新仙国的步道，有一只台湾山猴甲游客夹着伤。讲这只山猴会走去人的厝内底共变共找物件要食。农业处上尾也是用麻醉枪抓着山猴，甲带到山区去野放。民众的脚盘有伤痕，这是去有高山啊夹着伤的。 咬得很大力，然后我用摔不了，我用脚用踢它踢不走。去一座新仙国佚佗，想要到去拄到一家人高山啊，真可怕。猕猴它可能想要就是跟游客要食物吃，那这个也是我们很担心的一个状况。这只高山啊，真经走去部落所在，四界请有偷摕物件食，大家拢真困扰。农业处因此用吹箭、麻醉高山啊，来带去山区野放。 另外，台中太平有一只摆凯高山啊，嘛有人真头疼。哪知哦，迄个生气啊！这只摆凯高山啊，伫电线顶面啊跳来跳去，佫跳去厝顶，而且看到人表情佫真歹，已经伫当地闹一个月。我们叶舞龙大概可以移动，我们会放一些猴子他喜欢吃的水果。摆凯高山啊，无定时出入农业处，每届拢是抓袂到，即马考虑出动用人啊，放水果来甲射，或者高山啊家己踏入陷阱。